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酸角豆，大学路边种几路的诗意，咸酸甜啊咸酸甜，有恋爱的滋味，嘛有台湾人的思乡起。囡仔的笑声，对风飞去你树仔尾；少年人的悲喜，对酸角豆落伫树仔骹。老伙仔来这找找记忆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26集，欣赏的是台南的蓝淑珍老师所带来的酸角豆。顺利去，咱邀请蓝老师将对这首诗创作的背景，也佮有台语文的用字，为咱来做一个讲解。台南的迄个树啊，即个酸角豆离迄个成大胜利路，后尾南乡嘛一两丛，南乡有老。就是那罗旺子，因为越南料理，越南的时，咱食泰国菜时，拢起来煮安尼酸甜，袂歹食呢。咱摆搭伫涂骹也无人咧煮啦，也无人咧摕。啊，现在讲泰国咧外口入来时，讲这会煮一，阮后尾嘛无人咧算。啊，我甲学生讲这可以吃哦，嘛无人敢食。都像咱咧酸梅啊呢，无较遐酸啦。这首诗吼，都是有那酸梅有恋爱滋味啊。所以就写这啊，所以这囡仔拢爱去捡啊。较早讲囡仔拢捡这做点心嘛，囡仔无钱通买，拢捡去食。啊，咱囡仔会笑，囡仔捡着笑着就飞去啊。啊，少年人会比起对酸角豆落伫涂骹，躺伫树仔骹。哦，这就用这个印象。咱老伙仔已经记忆啊，所以来这行来找找记忆。老伙仔就是老岁仔啊，岁有岁啊，本来就是老伙仔，岁这几岁的岁啊。大学路边种几路的诗意，咸酸甜啊咸酸甜，有恋爱滋味。嘛有台湾人的思乡起，囡仔的笑声对风飞起伫树仔尾，少年人的悲喜对酸角豆落伫树仔骹，老伙仔来遮找找记忆。蓝秀珍老师这首诗的标题叫做《酸角豆》，也就是罗望子。顺利去，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杜妙仪小姐为咱来介绍酸角豆、罗望子的特色。因为新台可能大家拢有去过嘛，吼，台南的新台啊，新台其实伫大学路遐几排就是罗望子，啊个胜利路若是几，有哪有一排，足大丛，会当生足大。啊，伊吼，咱是拢讲酸豆啦。但是其实台湾人讲的是较侪是罗望子，因为这个名较好听啦，华语这个名较好听。啊，其实我拢讲，迄囡仔的咸酸甜，是安怎？因为果荚吼，佮果荚足大用啊，比这个土豆较大硬啊，足大硬。啊，一硬内底吼，你若总讲一旦伊成熟的时阵吼，伊若无成熟就无迄个香味。伊若成熟的时阵，你甲伊掰开，因为拢伫里涂骹。你若去新台，但是你一定捡会到。你迄个大学路吼，啊，佮胜利路交接的所在两排。足水的，日本时代种的吼，伊若成熟的时阵吼，你甲伊迄个叶吼，果实的叶甲伊掰开，伊那像即嘛
酸甜啊，像迄个番薯的香味。啊，食起来吼有那像番薯，但是是酸甜。所以讲，伫东南亚吼有一个因的菜吼叫做阿仙拉萨吼，阿仙拉萨就是即个阿仙就是指即个酸豆，因为伊酸，所以因伫迄个主菜内底是代替做迄个醋，天然的醋。吼，伊即种就是讲，佮酸佮会甜，啊佮有番薯的香味，所以甚至吼，咱有当时要进口东南亚内底有甲迄个罗望子的果实，或者是伊足大个啊，差不多比咱的镜头啊较，咱的大帽镜吼更较大样。嘿，你若去新台吼，一定爱去捡起来食看卖。你甲闻到迄个番薯的香味，啊，你甲食看卖，因为迄无农药会当食。啊，我迄阵仔细汉的时阵，我就是9岁拢差不多住伫咧新台边嘛。我第一届捌即个酸豆吼，罗望子吼，我是看到吼，伊迄个果荚吼，咱伫咧涂骹，啊，画个伫咧树仔顶嘛吼。我看有人吼，伫迄个脚踏车踏伫咧脚踏车顶悬，用迄个竹竿伫咧讲。我第一届对即个罗望子的印象，就是新台遮。但是伫东南亚吼，伊可能较普遍，因为咱伫遮咱引进种入来吼，无介济。吼，比如讲新台，咱可能就迄2排较济。吼啊，其他种罗望子无遐尼普遍。嘿，啊，但是伫东南亚是较普遍，比如讲泰国啦、越南、马来西亚吼，因为迄个泰式的餐点拢是较有当时放迄个酸酸咸嘛吼。啊，这罗望子就是因一种，因迄果荚足大用的嘛，迄足好用的，所以因是一种烹饪的食材。新台去几丛，真发得足好诶，迄个树形足水诶，伊诶迄个绿色吼足青翠诶，规档看伊诶形足水。我感觉有当时啊，扫涂骹啊，拢甲伊扫了了，足可惜啊，因为迄真正足大硬呢，一定要甲伊掰开，因为掰开实在是足芳诶。咱遮是无人收，但是东南亚吼，因为特别收规一地安尼哦，有的人是特别规地安尼，可能画食，画是做迄个，所以画你若准讲画一寡迄个越南的，还是马来西亚来的，因有当时啊拢会甲伊放伫迄个猪肉啥货内底，放伫内底。啊，迄个酸甜的，变做伊款汤吼，变做汤头足滋咧。大学路边种规路的诗意，咸酸甜，有恋爱的滋味，嘛有台湾人的思乡起。囡仔的笑声，对方飞去你树仔尾；少年人的悲喜，对三角豆落伫树仔骹。老伙仔来遮找找记忆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。那秀珍老师写诗，杜妙仪小姐讲解自然文史，专门去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。